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，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就是这个所在。咱行路较细声，啊，毋过等一下讲话爱大声哦。恁等讲话敢会足大声的？好。大家拢会，啊，毋过恁今仔日来遮，你敢知影要创啥？摕金箍箍，摕金箍箍，啊，搁有啥？摕宝藏，摕宝藏，今仔日要来摕宝藏，啊，你有信心无？哦，好，安尼即摆咱就拜托石门神紧开门哦，石门神开门哦。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拍开智慧爱找的。智慧之神，哈哈，非常厉害。队长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今仔日是要来参加智慧之神音乐会，对唔对？啊，你敢有邀请单啊？哦，恁的邀请单就是爱讲台语，对唔对？就问神来问你一个问题，就问的，恁平常时有听过，也是有看过，什么恁介意的乐器？乐器，鼓，吼，听啊，拼啊，更强，钢琴，哦，乐琴，乐琴，哦，通到有一个小朋友真厉害，伊就讲拼啊。那拼啊，就是华语的笛子。哦，小朋友，恁对这个乐器非常有研究，即马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有气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阿王头头队，超好！欢迎光临。咱今仔日要来参加献神的音乐会，来，这个所在，歌未摆好吼，摆安尼来，关眉，关眉。开始哦，来抱我声无心碎落。啊，好听啊，拍头啊哦，好听啊，拍头啊。不是，你看嘛，伊搞咧有，你看嘛，伊搞咧有。你看哦，无，煞，多谢。汉是咪是有话想要甲你讲啊？安怎？你无话，我无你 A 吗？你无有请，因为我无共骗吧，对无？啊，我演了算过袂歹吧？你嘛是人真好咧。来。感谢我所有的乐迷吼，今仔日来到咱这个非常了不起的现场。恁每一个人应该拢加减有一寡乐器，是毋是？拢有学着吼。啊，对，头先我有听到恁的队名，恁阁会当念一遍，互我听看卖无？阿王头头队，这是安怎叫土豆啊？因为阮遐的头，阿人是还有种土豆，哦，真实种土豆就对啊。啊，毋过头先恁拢知影参加音乐会，啊，恁嘛有拢有一寡会晓一寡乐器嘛？安尼就可能甲音乐有关系，安尼就足有信心的，对毋对？对。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拼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我家己本身哦，只要听到音乐，规个人的心情就拢好起来。恁敢有会晓一寡才艺甲音乐有关系的？明星你敢有？
hen啊，哦hen啊哦，你讲像有人只树仔骹就听到老大人伫遐下hen啊，哦，你会晓这哦，所以你法度有一首歌出来，会用的哦，真厉害咧。所以恁对乐器拢真有研究哦。好，安尼准备来第一关啊，准备好未？好啊！音来噶，较头前的，加油哦医生，无接到，来紧。哎，这下更琴，哎对，更琴对，后一位。啊，差一组啊，差一组啊！哎呦，秋红子，嘿，无唔对，来，医生，啊，你拢差一组组较啊呢？头前的哦，啊，佫无对，来加油，加油哦，看准哦，好，考题，对，考琴，真好，真好，加油，快等啊！嘿，哎，唔对，我紧，来后一位。哦，总算是接到。照迄个里面去念看卖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后一位。谢谢啊，几位，啊，收走哎，好，不行，嘿，对，啊对，好好。后一位加油咯！啊，佫无接到。啊，手佫落去。啊，总算接到。扣。啊！哦，没事，哦，接到。哦，对，鸡琴对，哈猪啊，鸡琴，无对，加油！哦，接到。哎，好，这啥？啊，对，咱来看卖，头先有真济去无去讲到，比白，啊有人会晓比白无？无去学到，啊个哦，哎呀，就是唢呐。咱有迄个南北管定用到唢呐，迄个叫哎呀。啊，再来是哦，国旗哦，国旗哦，安尼就拢知影哦，拢学着哦。好，即摆来看卖恁钓着几题，拢总钓着6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第一关啊，头脑动动的，身躯动动的，后一关搁较加油好无？好。准备接招，拼来噶！台语上练档，连下顶的2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搬落来进前，看摇着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学音乐无，真正是一件足赞的代志，真侪好处啦。就亲像哦，伊通刺激咱头脑的发展，这是一个；啊，佮通培养欣赏艺术。哦，学起来了，咱定定去看一寡展览啊，听到一寡音乐，就足有感觉。所以我相信大家人应该拢有对音乐有真侪感觉。所以今摆要来考试哦，准备接招，拼来噶！好，开始。你先爱较紧的哦，嘿，爱叫恁朋友较紧的，无迄个。紧的，叫你较紧的哦。有唱歌，好来，敲我正。就这样，足侪人。哦，3号啊，哦，唱歌真重要。明星哦，虽然慢慢有，但是唱甲真欢喜哦。迄上面管伊。有声音，有声音。大钢琴的人，大钢琴的人，厉害哦。大钢琴的人，你要选这个大钢琴的人。啊，伊嘛有可能是大别项哦。哦。好来，后一位，加油，明星，跳较紧的哦，同学要无力咯哦。免软卡啦，紧的哦，第3题无。要你啊，敲我正。囡仔会听，囡仔会听，讲到囡仔就咱加速哦。囡仔介意的。好，一个，来啊！哦。啊！
剩一位尔，卖放弃啊，较大声哦。搁形容，继续形容。甲啥物有关系？太巧啊！无啦，无啊，无啊，无啊，我是感觉恁这关哦有较难啦，有较困难的难哦。程度介悬哦。啊，咱第一个题目，头先有讲到啥？唱歌，唱歌，唱歌唱，唱啊，就袂使讲着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恁第一轮犯规，所以速度就较紧啦，所以恁两个就爬甲足忝的。所以唱歌啊，还有啥？明成，你头先无形容到，若是你，真你会安人会怎讲？去看，真侪人去看，对，我看嘛这真侪人去看，哎呦，这敢若话真侪人去看哦。啊，这嘛真侪人去看，啊，但是迄个类型无啥共款，这可能较演戏，对无？你就讲是伫舞台顶演戏的，演戏啊，还有啥？就甲这无啥指挥共款。家跳舞，有指挥家，有指挥家可能是一个，啊，啊，歌手，歌歌手咧办的啦，安尼知影无？歌手咧办的，哦，演奏家，演奏家头先有人讲弹钢琴的，对不对？其实足侪拢是啊，足侪敢若拢算演奏家哦。咱看觅这是啥物？哦，唱歌的声乐家，啊，你有啥物想法？真歹讲哦。哦，你有哦？伊的脑就观音的。哪有做观音的？哎，明成你有法度用观音无？像你伊安尼。试看觅，试看觅，唱安尼，唱安尼。有咧。厉害呢！还是另外一位派桥，你敢会用的？你的音有遮悬无？还是你的音敢是悬的？好，哎呦哎呦，来来，试看觅，试看觅，你照你的感觉。专业的遮啦哦。分家你准的音备好啊啊。吼，好来。恁的真正拢比白小姐好听足济。好听足济。好，咱继续来看觅。哦，来到这关，恁直接讲啥？囡仔，囡仔的歌，又讲加一个 A 哦。哎，囡仔的歌。加一个字。加一个字，所以速度嘛变紧啊啦。好，咱即摆来看者，原本的答案是即个，这就是曲盘，啊，这是录音带，这就是以早咱若是有出唱片的人，伊会拢做曲盘，加音乐烧喺内面，啊，甲来年代进步，就变录音带，细细地安尼，有看过吗？有看过吼，对，录音带，安尼有了解无？真了解吼。好，安尼恁总共得3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好，上尾关哦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小姐甲红琪琪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人咧讲啦，学音乐的囡仔是袂惊歹路的，是毋是？有一间学校哦，伊学校内面所有学生，每一个人拢是音乐的歌手。到底因对音乐有偌厉害？咱做伙来看，现来噶！伫咧桃园有一间学校的管乐队，介有名。每一个小朋友咧奏乐器，看起来拢足有班的呢。毋过哦，这间学校为怎样会遮尔重视音乐呢？过去就是讲，因为遮较庄脚吼，个囡仔吼，就是讲较活泼啦。遮的工厂因为想要甲地方一寡回馈，迄阵甲校长参详，因就讲会用伫咧学校成立一个乐队，讲用音乐吼来改变一寡囡仔的个性。2年学拍鼓，基础拍好材料，3年才学管乐。大个囡仔都有一项一种乐器到毕业，即个学校的囡仔就变讲，大家个性会较稳定，互相之间吼拢会较和谐一寡。哦，无怪人常常咧讲，学音乐的囡仔袂变歹。管乐队的乐器除了有锣，阁有用分的吹之外，有一项上重要的主角就是鼓。台语有一句话甲鼓有关系，或者鼓伫内，声伫外。请问恁敢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咧？鼓伫内，声伫外，伤深啊！
听起来无煞煞。听真深的。无咱先听看卖啊，白雪雪甲红琪琪安怎讲？白雪雪讲来互恁听，互你金银财宝满厝听，非常的简单。这个鼓伫厝，还未讲的时阵，声音就传出去啊，就是咯，咧讲一个人无法度周秘密，会甲这个秘密咯讲出去，安尼恁知影无？无法度守秘密的人，干嘛呢？毋是，我是红琪琪，唔通甲我放话记哦。我甲恁讲，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讲吼，咱人唔管做好的、歹的，拢会吼安尼甲传出去的意思啦。哦，拢会传出去。嗯，恁小讨论看卖啊是？红琪琪哦，阮家你感觉是倒一个讲的较正确？红琪琪，红琪琪，为虾米是红琪琪讲的较有道理啊？拢会传出去。传出去，哦，唔管是好的歹的拢会传出去。对因为拍鼓是安尼嘛，因为你安怎拍，你搁较细声，敢若拢听会到。对。哎，啊，你拍唔对去，伊嘛是会搁传出去。所以你好听歹听拢会传出去。对啊。啊，这唔就是亲像有时唱歌歹听，啊是好听，嘛是传出去。你看我怎啊？你看我怎啊？伊唱歌上好听，嘿妹哦你无好听啊。哦，对啊我朋友是一个歌手，最厉害。哦，是。所以恁的答案是红琪琪，红琪琪较有道理哦。敢安尼？所以恁的答案是红琪琪，红琪琪较有道理哦。敢安尼？所以拍鼓就是安尼嘛。毋过安怎声音就一定听会到。啊，另外一句话，其实甲即句话的意思是真相共的，叫做做过袂安得人的喙，就是意思共款。哦。安尼有了解哦？即句话等去问阿嬷，阿嬷一定知影，因为阿嬷以前人拢最爱吹粿有无？对啊，吹过。吹粿做粿。好，即摆来看一下后一题。这队管乐队的成员，每一个人拢有一项砖。节奏较早的人来去学打击乐器，啊，嘴唇较高的人就来去练笨的乐器。大家拢足认真的呢，无怪哦，别队较爱来因遮找人才啦。若是阮兜住伫咧这附近哦，我嘛想要来遮读册学音乐。但是讲到用笨的乐器，请问恁敢知影这项乐器台语要安怎念呢？乌噜噜这支竖笛，啊，伊的台语是安怎念？咱听看觅，红琪琪甲白雪雪。最简单呢，伊的名叫做乌达拉。为什么叫做乌达拉呢？因为哦，伊定定是用这个非洲的乌弹来制作，一支乌乌，所以呢，大家拢叫伊乌达拉。安尼，你知影无？乌达拉，敢是乌达拉咧？这毋是咧，我甲恁讲啊，这个哦乐器叫做琴马。啊，啥物会叫琴马呢？因为吼，古早时代，这个琴这里吼，就是咧讲这个骨头的这个机器。啊，这机器吼，长长甲乐器吼，要小可共款，所以哦，这个乐器叫做琴马哦。哦，琴马，到底是乌达拉还是琴马？你感觉是倒一个？白雪雪，乌达拉，你讲乌达拉？乌达拉。因为我知影白达拉，白达拉是种鱼啊，嘿，最好食的。啊，伊青马，琴马，青马，琴马，啊，我熟悉的是金马，金马嘛是种海产。啊，你看是要煮糜，还是甲配糜做伙食，还是用吹？啊，你是想要食金啦，还是要食琴马？青马，青马。所以到底是乌达拉还是青马？乌达拉，乌达拉，乌达拉，明星为虾米感觉是乌达拉？乌噜噜是无？乌噜噜。会叫你感觉咧？你捌讲乌达拉？啊，你有食过白达拉无？白达拉。所以你们选的是？白雪雪，干嘛呢？哦！无唔对啦，
就是乌达啦，就是照个字面上伊头先所讲安尼。我捌甲恁介绍一下，青马是啥？就是芦草的意思，就是咱定定伫庙会啊是顶头拢会看会到迄芦草，就是青马。恭喜恁，两题拢对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恭喜有2摆摕到保重的机会，啊，毋过敢摕到现来噶？两届的机会，有想要选倒一个无？倒一个动物拢遮高水？哦，随选哪里啊？哪里？哎，你庙里有真侪石虎，你爱选石虎？就是哪里？还是要选土豆？头刀。啊，无土豆，所以确定要选哪里？我安尼甲手放去，那敢若足有信心的感觉。看面神笑甲目睭拢美去，确定是哪里好？请起来！啊！哪里无啊？哪里竟然讲句？安尼即摆要安怎剩同尾一届机会啊？好，开始意见出现一寡冲突。有人要选梅花鹿，有人要选长尾山羊，好，想要。嘛有人要选石虎。好，安尼一人饲一个好不好？嘿，你搁好咧，你搁敢若真的咧。啊，如你想要选倒一个？长尾山羊。文家你嘛想要选长尾山羊？长尾山羊票数较济，是毋是？票数较济呢。伫咧庙里有，你捌看到长尾山羊过？毋捌，拢捌看过。所以是长尾山羊，确定。好，请起来。啊！无对，安尼咱来甲恁讲看觅啊，咱到底咱的礼物是伫倒位？我伫梅花鹿啦，真可惜无钓到。啊，毋过无要紧，咱有这为恁特别制作的来金箍箍。颁奖！啥金光闪闪？这外口拢无咧卖哦。我是有感受到，因摕到这比摕到礼物搁较欢喜。笑嗨嗨无？笑嗨对啊！啊，这真正是特别制作的，上古锥，敢若非常了不起才有的。因为嘛是因为恁今仔日表现了真好，所以才有这个机会摕到这个金箍箍，有欢喜无？继续讲台语好唔好？好！非常了不起。欢喜。